1年100個太平灣防船賽內列活動對上週日起始到下禮拜結束，1年比1年辦的韓國太平。我同陸上運動比起來，喺台灣一個水上運動還係公務員睇高喎。認真投擺軍事管制，國人又加加陸國降水，防船運動發展的起慢。對太平灣國家風景區南面北國內防船訓練基地過後，不少人感覺講冇安危險嘅。一個運動還是得訓練4年的體力。睇防船運動界也有許多貴州路開始搞一個優秀的行業。接下來要報道路強下來認識一個頭擺國人過冇按熟悉的水上活動，能夠搞防船嘅行業。高手都擠在船那個禁飛點的旁邊，頂在那個地方能夠頂住。哦。你要技巧不好，會被人家頂出去。台氣航區國內風浪板一等站選手將到青頭前準備要出發了。比賽開始，一個選手前面固有上棚，唔是佢以為大頭村的選手上賽經過平板跨海大橋，愛去大海。也係1年100的太平灣碰上橫渡小琉球全國錦標賽，來去小琉球有17海里岸野，每組係差唔多32公里。以往呢，差不多起先第一屆是70-80艘，現在呢慢慢已經演變到現在200多艘了，所以這個以後就變成我們大鵬灣呢每年一個帆船的盛事，就像我們日月潭啊、永渡日月潭，那我們大鵬灣呢日後呢就是說每年就是帆船啊、永渡、橫渡這個小琉球。那過往在日據時代一直到這前幾年呢，大鵬灣因為它過去沒有發展水上活動，也沒有發展觀光遊憩的休閒行為，所以呢有很多的漁業漁撈的那個科架啊就布滿整個灣域，所以說就把這個區塊原來的水產養殖的這些事業呢，或者是行為呢，我們做一些淨空清除。對本單蠻耐做外家，也變做強烈水域，做水上運動當黑色。太平灣有532公頃岸發，係台灣青態單海拖曳型西湖。第一個太平灣碰上橫渡賽係頭10年前，由屏東縣政府嘅吳昂從歸強下攀。交通部觀光局5年前接過來，有假辦的國際碰船邀請賽，讓國際碰船運動有交流。把我們國內多元的休閒遊憩活動，比如說水上的部分能夠推廣之外，我們當然更希望能夠帶動東港地區的商業經濟觀光的發展，甚至我們的 BOT 也有一個 BOT 的一個投資案呢，能夠讓它的投資也能夠更為的能夠有這個利基，然後引進商機，讓他願意來做更多金額的一個投資。除咗碰船運動，太平灣還有BOT一隻經營，全台灣第一隻國際2級的水車場，韓國有比行俱樂部，希望打造出一隻綠海空3D 休閒運動的風景區。但係做碰船運動來講，面對本地係單一禮拜2日的活動，也變做規則嘅內列活動。我每一個禮拜6、禮拜天放假日，我們都開放讓遊客呢，憑着一些發票，以後還捐給公益團體來做免費的體驗，甚至來推廣大家有機會呢，來接近這樣的一個可能往常大家對這個活動並不熟悉，並不了解，那我們趁這個機會把它包裝成1個月，我們把它稱呼叫帆船月的系列活動。在湖裡面沒有風浪，不像外海有潮流有大浪，那這湖邊呢剛好又夠大，可以做讓一些喜愛帆船的人呢，在這邊呢可以做一個初階的進階的一個訓練，再來就是慢慢再來更高級的就是往外海去航行，那更高級的就是你以後有辦法你就買一艘重型帆船走向國外。前面3個都是
一條第一批經過跨海大橋出海嘅黃土賽選手，就係國內碰船運動嘅經驗。事實上，同民國70年以前，台灣對碰船運動還真嘅係當唔熟悉。碰船係奧運嘅固定項目，不過同民國62年結束呢，台灣係講我參加比賽，均可請外國選手參加。故所這樣時，海軍總部咪研判成立各地嘅碰船俱樂部，對海軍開始推展，天天嘅帶動國內碰船運動嘅風氣。在民國74年，我們剛推廣的時候，真的很難去推廣，尤其是在外海，不像在湖泊裡面。那現在有這個大鵬灣呢，推廣呢比以前好了差不多一半了，哦，有一半的程度。那目前還是有遇到，你要推展到學校呢，第一點就是說，家長可能會不放心，他的孩子到這邊來會不會對水有恐懼感，會不會溺水？因為這個問題呢，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帆船運動頭擺發展都冇按好，有隻當初原因係行業嘅發覺冇凊彩教水，其實佢比想象嘅行客安全，尤其對成人來講，還做得訓練佢哋操練能力。幾年來碰船運動嘅發展，日漸日向下tăng進。一擺太平灣碰船嘅比賽，就有一班別呢，大概100台船呢，喺國中冇足國小嘅學生嚟報名參加。早年那個帆船運動實在是將人家看好不叫做。那個按你先可能就是啲睇人講啊，先有個莫生罪哦，rất危險。最近呢，按多年來講嗬，慢慢的帶動嘅，尤其國勇市政府有曾經買過50條的船，在愛河新船，突然間打動了人心。詹振峰今年72歲嘅，佢係某啲行業。早到40年前，國內鹹地乜個按照碰船運動嘅時節，就開始搞碰船導建。佢規劃創業就參加嘅碰船運動，他家老嘅喊做係台灣碰船運動嘅教父。我本身出生到台灣努力啦，65年當退伍啦，從個中校退伍，在陸戰隊中校退伍。就開始全心全力的去推薦呢目前的睇個看到嘅帆船嘅所以講嘅帆船嘅活動是算相當嚟講係真能係假人在台灣嚟講是仲好似差不多40年後。碰船嘅主要結構係撐頂布棚嘅桅杆，由船體組成。碰船一體桅杆最一多。一般來講，碰船大體嘅分做4船呢，多船體由重慶兩國碰船。一下奧運來國內比賽，主要係單一船體嘅4船呢。比如講螺桿型碰船，咩做一般講嘅 OP 船、雷沙型碰船、國際新一郎型碰船，同風浪板一條。一般來講，一個帆船各式的帆船都一樣，一定要有桅杆，也就是這隻直的、豎直的。當然，這個船體跟其他的船型不同，所以這條船本身它有一個主帆，不過現在是沒有升起來了，就是個主尾的後面要升起來了。風浪板的個，佢本身的風浪板的板子，係啊，你係帆，你係帆，你目前來講，你係奧運第一種嘅，但這個板子，那板子很老舊了。45歲黃淼龍係作東人。佢台灣體嘅全國運動會嘅風浪板金牌選手，喺國內親自培養出來，佔到嘅其中一個國手。佢也擺喺黃土賽，喺得到狀元組嘅冠軍。同民國76年，佢上於台北淡水讀大學，正開始接觸碰船運動。周邊嘅時節，加入海軍嘅碰船隊，開始同國內外參加比賽。26年來，做得講各項比賽都有參加。海軍係隻帆船隊啊！咱個帆船隊是有機會是有出過了比賽。我記得民國80年的時候，我都可是左邊的時候都有機會聽國家代表隊去香港比賽。咁今年比賽是屬實當到我記得一條河潮啊，咧高峰的河潮，所以你感覺是你係運動是動又盛起。風浪板結合衝浪板來補棚，運動量動態同好體力。對黃淼龍來講，一項運動對佢係一項意義，佢打幫一項運動來訓練自家思考能力。
一般人认为运动员的头脑简单，不过碰上运动是无同样。一步唔错，和看了梦想的大海斗度是咩素养问题天天，还可能连命都冇。尤其是搞海钓赌的东西啊，因为安全第一，你所有的装备啊，通常会检查得当详细。那详细对你在讲，你思考逻辑啊，是会变成会，你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你都系上到，后来某因都海钓赌出问题的时阵，某因一个停你的手啊，是你这个一个停你这个的手。除太线书记的碰上强人，和太平湾还看得到行卡多也以来教人。62岁齐新勇係醫生，佢係岐山人，32歲剛開始教碰上，佢當校運動，頭擺踢腳球、教橄欖球，加上10多年來教。不過教碰上也30年來，佢唔是再受丟無牌。風浪板吼，都有咧好處對咯，我試的一家咧教，反正也相同。安尼。我今日教我講啊，教學係點樣教我個腳，也喺士多那隻伊，要試嘢要試過，我要成就，我今日我要學到一個安尼，要達到安尼樣我目標。齊新勇係對碰上運動當中學到一種人生哲學，碰上比賽賽場並唔係一敗皆天輸贏，風要太細風，人生咩係高高大大。作當係戰鬥嘅強人，咩唔可能達專注一樣，唔是因為輸太一敗就知道自己暗唔變。人生嘅強樣，天初掉嘅鼻哥白條毛，尋到繼續前進嘅動力。一敗比賽行，我叫嘅行次，我行調轉啊吼，唔天喺行調轉，但是風啊吼，黑白要風，黑白要無風，黑白要改強嘅風，有可能唔安尼強風無準確啊，冇時下密密麻麻，多唔啱嘅嘢，無風嘅嘢啊，個無風嘢啊，唔時下可能你要跑天命。重點是講，你有個動力冇？你動力有的時間，你有個目標的時間，你是會追求啊。你追求目標，當然過程是應該酸甜苦辣吼，你當然這個。心態是有啲感受，因感受嘅時間，你是第講，我到年來當冇做好，到年來當我又比較優秀啲。也係學生嘅面對天腦時間，比同腦背時間行較多，佢哋希望水上運動做得繼續向下tăng進。動到社會了，通常係桌上運動，不喜好戶外。當然，你對你嚟講，人生嚟講是暗慢灰色地帶，當然不是絕對黑色的灰色地帶動作，希望講大家只能把這個水上運動當做一個很正面的教材。不一定要讓小朋友呢都是重視水業，我是希望他們這些體育水業都能兼顧，讓這個我們台灣呢能夠說水上活動呢能夠慢慢的壯大。那這些可以帆船活動也可以到國外去比賽，因為它是一個正式奧亞運的項目。甚至對碰上運動做得緊挑戰自己，尋到行較多正面的力。又好又快啊！但係我感覺通常係正面的東西較多啊，所以呢運動對我嚟講，對我本身嚟講，我是感覺講我一個做一隻終身的運動啊。因為我係教練啊，德國人啊，德國人去動執着，佢咪動硬頸啊。可以講你客家人的硬頸的精神意識拿出來，冇。遇到困難的時間，你是會退縮啊。碰上無動力，天初有風，有風天初不有浪。對碰上運動來看人生，一旦精彩就係規則嘅困難，要挑戰自己嘅過程。面對安全唔得嘅大海，需要做好準備。村呢先冇相機，一擺冇機會，下禮拜遇到合適嘅風速和風向。
机会做些伢个。